家就知啊，两啥表演呢？华语很多相声，客家话很多搭嘴鼓，没有人讲弹牙弦。搭嘴鼓是你客家说唱艺术的一种，叫四门的基本功啊，听说爱会，佢就会说、学、弄、唱。说就最嘛爱学，学爱模仿，弄爱惹人笑，唱功一定爱好。也四门基本功，头摆人啊，不见得有人嘅福气，做得特殊人士，大体啊，就会靠师傅啊，用嘴讲来教。故所讲，听师傅学识的呀，要3年4年嘅，才做得出师。那种一下，迄讲想学说唱艺术，有资料做得查，有影像做得看，有欣赏做得教，还有日头下日光光的节目做得欣赏。就拿你客家嘅表演艺术三角菜茶来讲，三角菜茶係屬於民間嘅社戲，然後其他民間社戲啊，同樣係冇劇本嘅，或者嘅歌詞由記載流傳下來，故事嘅內容完全係靠師徒口傳下來，也個戲文不變，唔過咧戲術係咩精彩好看，咁就係看演員本身嘅天分。唔可以查啦，還記得冇？兩啥識流嘅國寶嘅賴筆下先生學過嘅三角菜茶。我記得啦，我記得嗰條是你係學頭髮過渡，今比2上2來複習一下有嘛？好啊，呀嘅啊，頭髮過渡三角菜茶，主要係用2單1醋為主嘅。今比按都係2、3年，我就做嘅千金小姐，你就做嘅唱船歌，小體站外響，我想講嗱，準都好啦。哇，講來就來啊！來啊，張阿爺你來呀，是新年咯，走路夫人真有錢咯，老公出門啦，冇衫不夾，風流阿哥繼續帶萬件咯，係呀落地係，哎呀落地哎呀落地你都係呀落地係，哎呀，愛俾萬年，我係日頭歌啊，就係愛。我本來生活過得好好，佢樣啊，不該股票啊，咩東西，後來他錢了槍槍，一下果不一講，就唱算賺錢都生活罷了。喂，唱算歌呐，給片呢算呢。唱歌來呐！喂，四阿妹，你做乜嘅？我愛土豪。哦，有錢差了，殺哦！來，付錢了哈！哎呦，哎呦，好。坐過來哈！哎呦，你家那有好坐啊！跟住企過來啊！好。唱啊得啦，人啊來啊，爭啊要我錢咯，咿呀吱呀爽，咿呀吱呀望啊情郎哥，你莫愛，還係唔打啦錢咯，錢來。乜嘅錢啊？哎呦，你也唔是出窮嘅係冇哈？那有人坐船土豪唔是錢的呀？啊？我根本就金冰冰的出門後，啥唔記得帶到錢啊，跟用吉殺啦。用吉殺係冇？冇想講，大家就點解呢一條船呀？按到風流落江船，我出題目考你，你係曉得，我就唔是錢送唔過河；你唔曉得啦，你就根本係做不了。哈，我家聽佢講啊，也苦到會死。貴張咁加本記咧，哎呦，買用來唱船歌，大家就知啊，我啊喺客家莊嘅才，你考我哦，做唔出題，冇相干啊，做唔考。我聽佢講啊，佢客家莊嘅才，我就冇啱啦，我就冇用客家話嚟考佢啦，我用法語嚟考佢，不曾觸控的啊，那你會不會用法語來講那個繞口令啊？聽着啊，哈哈啊！扁擔寬，板凳長，扁擔沒有，板凳寬呐，板凳沒有，扁擔寬呐，扁凳寬。它到底是哪個寬哪個長啊？啊！之水年呢，談好來哈，嘅係啊，
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那个扁担没有板凳宽。扁担要绑在了板凳上，那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，扁担就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。苍顺哥，你顶讲的人来讲的，迄唔要穷样的，迄讲的人来讲的，迄穷样的啊，叫做麻烦人啊，再过好。拜拜。哦，你多冇嘛？好啦，算讲到啊，忙的啦。我三马虽然无眼有力，不过啊，我要去客家天师语言嘅欣赏嘅部门。乜嘅呀？也做咧语言欣赏，还唱得古文的哦。哎呦，人门说在后事咧。哦，古文后的啦。古文，古日古题咩？古文。哎，按恶做乜嘅呀？福禄花反做客家话，唐嘅时就讲得出，古乜嘅文乜嘅呀？当然爱呀，就拿那批音来讲好了。批音的时间。诗在片头上，作为佛多，体从要讲出来客家话有你谈的事啦。问题那样讲，卖你谈的事啦。哎，你比啥厉害啊？哎，做对啊。哎，你讲中文啊，严是反转客家话。哦，我讲中文，你就都得反转客家话。好，谈好来哈。吃不完兜着走，是唔得丢点走。喂，哎这吃点饭啦，来，上过来。做唔得吃只饭呐，这样那样饭啊变很啊强嘞。我唔但想做的中文反福禄，还做的英文反客家话。讲来吃谈过啦。没有一句归去来兮，有归去来兮，还有哦，意大利，意大利，不得不去，莫去再讲。现在讲anyway话到啊，客家话不得不去，那咪少啦。你这样子做唔得，人乱讲哦。我吃只饭，他真紧得位啦哈。来，过来。吃不完兜着走。晒唔着馋点走。嘿呐，你真是的。食菜哦，你真要命呢！难拉拜哦，丢人现眼，失踪八胎。哎，做得。做得。不过人家讲的哦，挺简单的，就总繁哈，冇意思，冇文化，冇乜嘅营养，又冇历史，冇客家文化都营养度，冇营养都客家文化。好嘞，冇意。豆腐总共也调哪度？你都在讲嘛个啦，个度。唔係啦，我講嘅就係細時間有冇？大家就會講嘅客家國語啦。哦，你怎么不早讲？你真的很不骗呢。哎，你还切退嘞？什么不骗啊？你讲话不要那么撂色好不好？哎，不过啊，刚谈过了客家国语啊，我谈起哦，难心子呢。嘿呀，细时节大白就谈阿妹都讲啊，哎。上便所要洗手哈，洗手啊，水要准掉，佛要记得关到来嘿。那上便所为什么要点火？哎呀，难忙堂的啦，那个佛要忘记关掉啊，这个月的电火钱吓死人哦。哎呦，阿妹，省不会包，要赚才会包。有样哦啊，大伯啊，哎是佛旺的时间，就会听到有客人在叫呢。老板，你的瓦斯没有了，火黑掉了啊！黑掉了，哎呀，俺们这家堂哦，其他嘅婚宴界嘛，都会按样弄讲，我挤嘞，每天啊哈都要煮饭给那个小狼鼠、小娘姑，还有家官吃礼，哎，很不漂亮嘞，吃完也不会帮忙讲秋。所以很多人啊都不要你啊，嫁给那个有家官有家娘的，会气死哦。是哦，那就你客家语言嘅文化。嘿呀，大家讲的呀，全部就头摆哦，省发个回忆，是说很神奇哦。还有啊，客家人啲么？唔啲，冇规矩，跟嗌盲門就嗌個唔啲。假講嘅，盲門嗌用個啲啊？也一樣啦。我講啊，你客家人啊，係最準衝太刺眼，係最曉得咁樣嘅出拳。做乜咯？像你祖先啊，快餐蛋啊，屬神後嘅時間，就會吃嘅落鴨，吃太祖做熟東西，感謝神明拜拜公啊。哦，我聽阿妹講哦，客家人結婚的前一年安步啊，我拜天公；結婚梗要拜阿公婆；結婚啊，想要有生日呢啊，我拜啊祖神娘；買生竹子嘅，我拜祖蘭伯公；當然有按好吃的東西啊，我拜周君雅；將親戚朋友食飯要咩拜？啊，像人客嘅我拜，我拜哦，我拜乜嘅？我拜嘅，乜嘅？拜到後尾冇走過來咧。我都佢亂講啦，我記得有冇？佢拜細時節啦，大拜就做去嘅白公蟹嘛，頭先人咧嘅哦，拜拜嘅泡菜哩。泡菜哦，好分嗎？哦，極好分。那你也不怕神明激發哦？
极怕，我最怕欧立德。啊，欧立德，欧力度啦。哦，你实在很料手呢。唔好咁講啊，你客家人係最尊敬神明咧。唔可以查啦。你頭個要發現冇？其實客家話地位啊，有當道嘅形容詞啊，後尾當成詞呢。哦，形容詞。比如講三隻詩嘅後尾兩隻詩，同樣呀。冇嚟次講下好冇？哦，先講。比方講，請你講，你上到無所謂。嚇，俺娘都無所謂啊。跟你頭個，你就會上到拍叔叔咧。一口字，你上到愛嘟嘟咧。你頭個，你上到狗甜甜咧。一口字，你上到皮咕咕咧。跟你頭個，你就上到臭夾夾咧。臭夾夾，有意思哈。神奇啊！神奇，因為皮膚癌哈，因為我係先生專家啊。那有人是個第一個嘛個，是個係專家，係先生。磨面皮，佢只有那樣講，唔會嘅，係咪全部咪會？我係咩係專家？啊？按唱講，我啷個表係冇？好啦，我啷講啦，就以好唔出啲唔曉嘅啦，佢就會對聯。對聯？因為唔曉哈，我係先生啦。等下就題萬言他唔曉嘅啦。好啊，你先出題啊，來啊。哎呦，你笑我呀？好來，我就講五月黃梅天對下一句。五月黃梅天，我對三聲拍爛天，哎呦，我講嘅呀，既有畫面，既有水準嘅，乜個老對乜個酒哦？韓國嘛個是個係專家係先生咧，多帶啲嘛個呀，對聯啊，講究嘅叫公正。你看，你出個嘛個五月黃梅天，我就對三聲拍爛天。你看，我三對五，神對月，拍對黃，藍對梅，天對天，公公正正，我那位唔錯啊，哈？因為再來啊！好啊，好，天性啊，來付出，來親自講以後啦。上帝、耶穌、聖母瑪利亞、釋迦牟尼、觀世音菩薩，因為再來啊，看下伊乜個樸素啦。我欣賞咧，吼，我倆出兩題哦，保證係高難度嘅，來試看目，唔識看過有乜對錯嘅，韓羅嗦夾啊啦，睇下，樣樣走，樣樣一走，哎對呀，上細，上，欣賞，嫌細，欣賞。那麼高興的，